组很好。安组，我想去屏东街绿队客家文化园区，各位好了无？好了，土家委员是在看到南北向阳的新菜庙主菜堂，也是在看到南北无向阳的竹子门帘幕，还有当到特色咯。该要用船去呢？我坐赤强号到屏东火车站，各班车坐台湾后航，是得到绿队客家文化园区嘞。好，请问下一班车是几多点解？抢错7:21改变赤强号。请问还有位无？我要买一张船票。你下将全期票停能，大约21分钟是会到屏东车站。冇要紧，我要买一张车票。好，到屏东嘅赤强号全票一张，48块。你係200塊，請問愛坐鐵機一台上車？我到5A 一台上車，提前下700是在神頭台灣鐵路名站停車位票。色彩還好哦，請問兩票嘅是愛帶乜嘅證件來？帶嘢嘅證件也係護照，還有天票成功嘅天路台碼，實的兩票咧。我知咧，你係嘢嘅火車票，到屏東車站嘅赤強號全票一張，小到嘢100塊，早午52塊。好，羅拉